且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甲乌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。打拼的人，甲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今的招牌。因报春啊，妙计妙计，新公主啊，迄幕乖讲阿燕吼，封你为天下第一大军师。恁就要依照这个计划去进行，希望讲会当替何玉雪洗清这个冤枉。除非迄个官官吼，伊是一个好官哦，啊若无吼，副主席啊，咱这摆吼都爱向骨卡搜出来啦。行。希望讲这届顶真的运气，真紧会当甲好消息摕转来。请问小公主伫哩无？这位姑娘，我就是小公主，有啥物代志？小公主你好，我是桃花坞小小姐的朋友。哦，小小姐，伊是人安怎是？伊无代志真好啦，你免烦恼。是讲，哦，不要紧，伊是我真好的朋友，保志师傅。保志师傅你好，久仰大名。客气客气，莫安尼啦。我是讲恁若讲话嫌我老花生直接无方便，无我先。保志师傅，你唔通误会啦。我是因为有案在身，所以唔再惊有外人伫哩无好讲话啦。姑娘，你是？阿燕啊，应该伊就是好玉雪，对无？公主，我听小小姐讲，你要替我洗清冤情，实在真多谢。另外，我要拜托你一件代志，就是希望你明仔载莫去赴约，若无，可能会去害着小小姐。哎呀，胡杜仙呐，拜托拜托啊！你这摆无安怎，你唔通甲我闹开呢？啊，若无哦，会互你老花心哦，迄个保险是甲你笑死哦！你放心啦，嘿，但是我咧办代志的，你是咧烦恼啥啦？我咧看吼，迄个管老爷一定做啥物亏心事。啊，做亏心事，甲咱是啥物关系？啊，佮讲起来吼，这件代志嘛无一定甲福玉雪都有关联呐。有关联无关联吼，小等下你就知。来来，你看。胡先生，你有够厉害呢，神机妙算！哎呦，大喜地方，咱来考嘛紧。我啦，哦，大人家唔到位，有啥指示？生意嘛较讲，生意嘛较讲。切。胡主先啊，我袂知我哋讲的所在是这个所在呀。来就当证明讲我的看是正确。那安尼真好，我你讲哦，你对后壁去吼，去甲因看卖咧，去所在，啊我到遮等，我看你变什么啦，吼。
吴大人啊，钱我予你安尼，你讲你无法度解决，搁叫我家己处理，你讲安尼敢对？哈，即摆都毋是对毋对啦？顶时哦，你莫要定心恁姐夫的案件呢？我甲你讲，你即摆将你的财产哦，紧卖卖，啊离开这个所在。我甲你讲吼，你的性命吼，想要改改，啊紧离开离开。嘿，无可能啦！我姐夫的财产遐尔济，你是要叫我卖，我无法度卖啊！我看吼，规气你从迄个白兰花啊，甲何玉雪解决单掉啊！我警告你哦，真正开始何玉雪的翁的凶手是你哦。你即摆唯一的证人就是苏爷啊，苏爷死啦！我讨劝你，你紧走啊！免走啦，我无法等你啦！啥人？出来啦！来讲，是你。我是安怎？吼，你这个唔照我死人官吼，搁后背来，今仔日吼一定无放你煞。叫你下骹手人出来啦！来，叫来，围起来，抓起来！是，你下骹手人拢走了了。林宝头，好，你来上快就好，先来抓下，先来抓下。嘿，歹势，你抓的人就是你了。我掉。小公主，何姑娘，拄则我要出门的时阵，恁的案情已经有真大的进展，可能搁一两天内，就有真好的消息倒转互恁知影。到时你一定要到衙门说明，才会当使你的案情真相大白。会啦，我一定会去的。小公主，多谢你替玉雪洗清伊的冤枉。小公主，多谢你，何玉雪感激不尽。紧起来。小姐，小公主，恁大老公。小公主，你约我来这，主要就是要甲我讲这件代志是。何姑娘，伊中昼来找我，伊确实真关心你，伊惊讲你黑白想做出什么戆代志。搁再讲，古籍上书道行深高，伊甲约这个3天之约，一定有伊的道理。我希望讲，这个代志你莫摕在心上，我会好好来处理。小公主，你将代志想甲想过简单了。我若照甲我讲，3天之约，毋是你死，就是伊无。我甲伊敢有啥物深仇大怨，何必着甲伊拼生死？代志讲起来是话头长，惠弟，你即摆要有心理准备。3天之约，一定凶险无比，你还是紧离开这个所在。何玉雪，伊这个冤情未了，而且搁再有人冒充你白兰花去作案，这个代志未结，我哪用简单就来离开咧？小公主，会当闪避一时，袂当闪避一世。搁再讲，我在明，伊在暗，我若安尼简单走，毋是无一个解决的。最主要的是，恁迄个阿姊一直要来找我，我甲若要来闪避，敢有法度就闪避。伊要害我什么原因，应该爱讲出来，对你对我，毋才有一个好处啊！我小燕一心一意要来保住这个桃花坞，是安怎？恁哪拢无互我这个机会呢？小公主，你敢真心要来保住桃花坞？对啊，我是真心要来保住桃花坞。我知影讲，你确实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君王。阮若这个怨恨你，迄是因为你被阮父王萧宝冠。啊？你是萧宝冠查某囝？我希望皇上你会当实施人情，造福百姓。我当然是安尼想，安尼做。我就是为了民情，所以才来查明这个案件，也当是为了6月飞逝梦境。才来到这个所在，想袂当到，竟然代志会一大堆。对啊，恁迄个阿姐到底是什么身份来的？伊是阮阿娘的好朋友，常常咧皇宫咧出入。原来阮阿娘一直烦恼讲阮阿爹伊占卜无道，袂有好报，所以才甲我送去桃花坞，就想要互我脱离迄个是非之地。就是安尼，我才会毋知影讲。小宝冠，还阁有你这个查某囝，较佳哉是阮阿娘冤家，要若无，我嘛无法度活到今仔日啦。你放心，等这个代志拢总完结了后，我带你倒转来京城，恢复你公主的身份。我无爱做啥物公主，我敢若希望讲阿姊的代志会当圆满解决，莫去伤到无辜。我会尽力去做，
你千万唔通想东想西，一切代志由我来处理就好。多谢皇上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爱。名声落好照空，因的照定真的啊！规道菜你拢安尼扫扫尾巴倒地落，你安尼遐敖食查某囡仔人就留一个互探听咧。什么老王咱听？嘿，我甲你讲咧，做事乐真是好，你知影无？为了办这案件吼，已经3顿无一顿饱咧，今仔日拢有食遮尔济，好有够欢喜，做有力的。我但是有力咯，咱两个哦，若要搭水果嘛较有力。文轩啊，咱即晚吼只是记功劳啊咧。哎呀，你若拢无欢喜，小姐。朝廷有心行仁政，偏偏恶官来飞行，贪财枉法乱行径，莫怪百姓怨朝廷。新的朝廷爱调整，只要有心，官正自然清。咱向皇上来奏禀，恕咱保佑天下心思明。定真的啊！吼，讲你戆你阁巧哦，算盘派伫胸坎啊，拢算你家己赢呢。我煞毋知影你即马心内想要变啥物高人。我哪咧变什么高人？那阮哦是大公无私啦，真正为朝廷咧做大代志的呢。讲的拢遐好听，我煞毋知影你即马心内咧想的吼，就是利用即个机会，让我甲新公主出去散步。我甲该。系啊。你做害，你甲我笑，哎呀，你做坏事，你做坏事。哎，别安尼啦，别安尼几家动心啦，唔通啦。英姐咧，好了，你是对保志上主搁咧无咧什么？你看，伊拢要笑我啦，伊啊。唔是笑伊啦，皇上啊，我是头拄仔咧甲讲，伊要利用关系牵制，甲新公。保志禅师吼，莫滚耍笑啊！好，皇上，何玉刷的案件我已经调查清楚啊，伊确实是被冤枉。对啊，迄个官员哦，伊真好呢，伊就是爱钱啦，哦，甲迄个苏爷两个交结，两个要做为情哦，而且害着迄个何玉刷入家监，其实哦，伊无遐害死伊的翁啦。无原因我已经关入地，真正的凶手是何玉刷因翁大伙的小弟，论罪该斩。真好，将所有的犯人押入监牢，等待处决。是。保志上书，上素琴，伊叫的是正调的公主。若是我的弟弟，是，安尼真好，这算讲做一件好事啊，嘛会当弥补虚伪伊的业障。现在只剩桃花王这个代志还未解决。皇上啊，时间若到，恁做咧生气，定真的啊？嘿，你甲我来去接恁老爸。哈，阮爸也来哦。你准备好了？阿姊，我希望等下大家若到，大家当心平气和，坐落来好我讲个清楚。乱心产主，倒有啥物通好讲的？而且我已经联络好势啊。今仔日恁阿爹一寡旧无俗，因会攻入皇宫，消灭萧燕迄挂人。阿姊，谁人遮尔大个计划，我一点仔都唔知影。我想，昨暝你去倒位？我去找毛枪外迄个杀人凶手。你搁要骗我？你去找萧燕对无？你去泄露你的身份对无？我会无杀萧燕，是为了要顾及今仔日惊城起义的行动，也搁有介惊你的约束。阿姊，你敢知你安尼做，会害死对阮阿爹良心遐人，你知无？因早就想要报答恁阿爹，为恁阿爹报仇。我只不过是予因机会尔。代志若成功了后，你就好好共说多谢。阿姊，我无爱做啥物皇帝，我只要来当友好阿姊。我答阿姊一世人，安尼我就足欢喜的，你知无？阿姊，我知影讲你一心一意，都是要替我讨回江山。我嘛知影讲，你有我用白兰花这个名号，劫富济贫，都是要让我所有的百姓去中国，让我将来
通啊扳倒小燕。唔免等到将来。今仔日，京城内底遐有志的志士，就攻灭皇宫，夺回你的江山。祖母，皇上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敢反悔？哼！天下本来是阮这国的，我为着这国死去的皇上报仇，敢讲这是反悔？只可惜，即摆已经袂，你所有的属下拢已经投降啊！我看你即摆也是弃剑投降，我会向皇上替你求情，赦你免死。真点的，我只要将你抓，小燕就乖乖听我的。我看你要走去倒位，你准备受死吧！唔正歹道，也敢造反！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爱。啥若好才有好，因的招牌。小燕，你果然来送死啊！吼！酋长。可怜是你，3天前保持先师请假去找我，讲你出现伫遮。大爷本来无要相信，即马你甲我吊起！我袂啦！哎呦，赵高粱，你想我这是真弄作，连家己的大爷你也敢出手，今日我绝对无放你家娘！大家慢点！哎呦，好心的啦，莫安尼啦，大家亲情讨着歹面相看啦。什么人甲伊是亲情？我听秋松，无这种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，唔知念这大影。秋爽，你错了。大爷安尼指示，马上要天来重新伫设想。你唔免讲甲遐尔好听。想当年，你对孝顺只是遐尔尽忠，结果咧，伊将你当作是走狗，爱拍就拍，爱骂就骂，你根本就唔知他讲哦。反倒头，帮助伊囝小燕来逼我坐国，为了要夺取荣华富贵，你连家己查某囝你都出卖，像你这种唔知影念天、良心口过无去的人，我顶下无你这种不孝子孙。其实哦，迄是连公家爱着皇上，阮爸哦，才无通嫁妆啦。哼，有啥物老爸咯，啥物查某囝，顶下要做你啥了了？就算姑娘啊，你唔通认为讲你家己是外清高，到底心内你咧想啥碗糕？老和尚是一清二楚。你这个臭和尚，你无伫庙内，你也唔经拜佛，走来这讲插什么国家大事？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是要苦劝你回头是岸，唔免遗憾万年。遗憾万年也是你，既然你今仔要死，互你死者明白。即马伫京城内，我这个有志之士已经攻入皇宫，要断你朝爱的地位。秋霜啊，古早人伫咧讲，千算万算唔值得天一位。恁苦心所安排造反的大兵马，歹势吼！伫后宫已经去互娘娘一网打尽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你骗我，我唔相信。赵姑娘，你这是只聪明的人，为什么会做出这款糊涂的代志？我算讲我叫你正病无成功，我刚刚要替你小燕为生都放就落下来。笑什么笑啊！公主，公主，大爷，哎呀，公主，我替他操心，没点。你可真丑！大爷，我可真丑呀，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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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求送。无一针厝，请。总是有缘来做阵，才会结做骨肉亲。莫因小事结仇恨，父母伤心做非亲。阮目睭叠一粒沙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袂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